去湘西鳳凰古城到底係日頭去好睇啲，定係夜晚上去震撼啲？如果你得1日半日時間，真係會逼死選擇困難症㗎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張家界純玩5日遊，其中一個重要行程就係鳳凰古城。等我哋帶你深度解鎖古城日與夜嘅打卡攻略啦。先講日頭，朝早嘅鳳凰古城好似一幅水墨畫咁，好有詩意啊！沱江上面飄住薄霧，兩邊嘅吊腳樓睇起嚟都充滿歷史感。行喺石板小街，過下萬明塔，行入去北門城樓，再去埋沈從文故居，成個人都充滿咗文藝氣息啊！你亦都可以試下苗服體驗，着上華麗嘅苗族傳統服裝，帶埋閃亮嘅銀色，無論喺虹橋風雨樓定係沱江跳岩道影相，真係隨手一拍都呃到 like， 直頭好似穿越時空咁啊！到咗黃昏，鳳凰古城就會華麗轉身，當兩岸燈光一齊着起，成條沱江好似變成一條金色嘅巨龍。靚到震啊！湖面倒影住流光同日彩。夜晚嘅酒吧，一條街更加係勁熱鬧。成個古城簡直就係魔幻現實版嘅千與千尋。所以鳳凰古城嘅最佳攻略係日頭影氣質聞清香，夜晚感受繁華仙境。同我哋嘅純玩團，你就可以由朝玩到晚，體驗晒兩種極致美景啦。我哋個團仲會包門票遊覽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、土司城，仲會去埋網紅新地標72期樓。餐餐包主題風味，好似土家趕年宴、血巴鴨等，住5星標準酒店。呢一個超豐富嘅5日行程，由香港直航往返張家界，全程5星純玩，即刻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儀態旅行社報名啦！